關注一下過去24小時娛圈視托5熱話。方大同2度登期 ，Pop 頒獎禮片段被翻出台下 BigBang、BTS 露迷弟表情音樂才子。大同在3月1日傳出死訊，經理人公司富音樂證實，年與頑疾搏鬥的他，已於2月21日與世長辭，終年41歲。地的樂迷、音樂圈內好友都難以接受噩耗。方大生前為亞洲樂壇帶來影響甚深，有樂迷翻出他在2008年就在 K-pop 頒獎禮、韓國 MKMF 頒獎禮上獲獎，而在2016年亦有份出席 AAA 頒獎典禮，以中、英、韓3語帶來精彩場演出，台下觀眾席上的 BTS、NCT、17 成員等都投入律動，沉於他的演出。如今該舞台演出已成絕響，令樂迷萬分不捨。詳情點擊圖片查看，或按連結 TVB 兩大米同場較量。郭佩文 S 型身材 vs 鄧凱文谷胸曬腿2023年落，港姐郭佩文 Juliana 憑着最強 body 成為網民焦點，同屆落選。這鄧凱文 Aris 近期亦憑着332的好身材，人氣急升，二人讓被封為 TVB 米神。近日，二人一同出席慈善晚宴，更齊以 bling bling 高貴晚裝上陣。詳情點擊圖片查看，或按連花心思為三太與家姐何超雲慶生。何超蓮分享房家庭照場面溫馨，已顧到黃河鴻燊的三房女。何超蓮為近日生日的三太陳婉珍和家姐何超慶生，十分溫馨。詳情點擊圖片查看，或按連結 Lisa 型燕尾服造型亮相奧斯卡特別舞台，向007鐵金剛致。K-pop 女團 Blackpink 成員 Lisa 在美國時間3月2日晚亮相國際影壇，是第97屆奧斯卡頒獎典禮，她也成為了首位登上斯卡舞台演出的 K-pop 藝人，締造歷史。紅地毯上 Lisa 穿黑色燕尾服連身裙，展現 Girl Crush 魅力，而她與兩大西洋後 Doja Cat 和 Ray 的合作舞台，也特別向經典荷里活電影鐵剛系列致敬。詳情點擊圖片查看，或按連結鄧卓。郭子豪完成過大禮儀式，有感似古時提親 Amber 大爆有秘密，緊張到瞓唔着。圈中情侶鄧卓恩 Amber 將於下嫁給郭子豪 Arnold。二人日前完成了過大禮儀式 ，Amber 大爆。由於過大禮前夕因太緊張而睡不着，詳情點擊片查看或按連結。